大家好，我是于水温，今日是要我同大家来做了毛巾操的运动。我是来自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的运动保健系。和今日让我强下来做运动的是张国松先生。来，你好，对不下窗的哈，去做乜个运动哈？我是做乜个那个为本了的毛巾，你系下窗的，平常时你做咧做运动哈，你平常时嘛做咧不用在赶紧来出汗哈，还好平常时你嘛做咧用你屋下哈洗面的，个棉帕哈，嘛做得来做哈，好。你下哈，今日体育大运动，我系教大家哈，先了毛巾，你先。手骨按拿窗来哈，然后你哈来手骨伸出去，你从颈手开始哈，哈，系两上下背，两毛巾哈是下窗时用落哈起来哈，好硬起来哈，系讲系短来哈，你是做得手骨按弄人哈，好，你下来先跟大家来分解了。动作哈，你手骨来顺切，你俩手骨哈下出嚟的，从露出的，哈，好，手骨两片上是露两片上哈，来，从顺出去，哈，来，两顺出去，停留差不多，你就来算到10秒到30秒哈，系讲嘟嘟开始，噶你做的算10秒哈，好，你先来做一次哈，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你做咧手骨变下来，下轻松啲哈。你下弯左手哈，左手嘛强让，你手骨是打开来哈，他俩手骨从下背，然后你俩下落上来。系，你嘛出嚟，腿从毛背，你从落，嘛系来停留10秒，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好，你就来变下来，大家要知道讲，你俩好要落到，轻是第个，你要出到了条腰个力量哈。好，系讲好，你落噶下哈，会痛，你适当去休息一下哈。好，你俩下做一次哈，大家来强下来，好，顺出来哈，来，用力1。你系手骨落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变下来，你把两片上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那做睇咧，你咧做下一隻動作哈，你好，你順切哈，好，你落去拿到了擋背來，好，你先兩片上繞，慢慢轉過來，好，兩片上是輕。好，轉過來哈，轉過來，你先從兩整片兩過來哈，慢慢過來，頭拿母豬殼頭前，你的身體慢慢轉過來哈，好，慢慢轉，hand片上是轉過來，慢慢轉過來，左片兩片上，好，你這樣走來轉，好。马强让先从两片上开始，然后走该片上。好，你要走来从头来走一片，但两片上哈停留10秒哈，来大家先看下挡背来哈，你母猪款头前来转过来，慢慢转过来，
停60秒哈，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慢慢转紧，好，来，来左边，好，来，慢慢转过来，好，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安尼转下来，哈，好，安尼先平下来，係講唔係安尼做得痛痛嘅哈，係個個樣痛痛嘅哈，係，喺呢下係這個動作是係安尼嘅轉呢係繞嘅哈，一下先冇到頭前哈，然後慢慢安尼轉過來，先轉偏上，安轉過來個下冇住嘛，聽連轉過來哈，嘛係停60。算到10，係講你係咪動位吼？你做得到要停留30秒吼。好，安尼就慢慢轉過來，轉到頭前來。啊，呢邊做睇，安等下嘛強容，做了左邊，好，嘛係強容吼。好，安尼呢下放輕鬆下來，安尼呢下開始做一遍，來，兩頭前，慢慢轉過來。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安尼慢慢轉過來，好，好，喺做得好，係講會繞好轉過來，㗎會痛。安尼是休息莫走哦，哈，像是講安尼吼，像是繞，像是會閃到啊，哈，莫是個該繞哈，有椎間盤突出啊這種的話就不適合做，所以安尼做運動即刻想一下，講會痛，安尼是莫走哈，好，安尼你要走偏上，哈，來慢慢轉過來，好，轉過來上把腳呢偏上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安尼轉來好，變下來哈，好，安尼兩下做實兩個動作，安尼接着下來，安尼做，安尼後背部這邊的肌肉哈，來，安尼先拿個毛巾。伊講那衝下骨，左手下骨，啊，一隻手骨，吼，轉過了後背，從了後背，安尼一隻骨，一隻下背，安尼落，安尼來力，吼，安尼落，吼，一隻兩下上，安尼一隻上一下後，安尼落，安尼兩下吼，先做了左偏上，好，安尼手骨安尼落一片落上，一片落一下，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變下來，安尼手骨係當輕鬆變下來哈，安尼兩下穩，另外一邊哈係得片，還記得麼？一隻下骨。一隻下，好好，像安尼來，好安尼，一隻安尼好，了手骨安尼下安尼落下來，了手骨順起安尼落上去，安尼這樣就出力，安尼也該扭好，這樣會訓練到好，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，好，大家做好了，走的休息一下哈，好，好，那接着下来哈，安妮玛还走另外一个也是所谓的扩胸的运动哈，来，安妮俩好，莫给安妮后背。
让人哈，让人漏人哈，让人往下漏，往下这样子漏下了出来，让人漏。和我们在拉的漏啊，是按你那个胸部哈，就是往前挺起来哈。来，我们现在往下拉哈，来开始喽！一、两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，好，做得了冇？大家有聽冇？你有聽冇？線上，我們好，好，嘿，安尼我們再做一遍好嗎？從頭到尾，好，還記得冇？哈，還記得冇？安尼來，好，安尼先從那開始，來，安尼先順出來，哈，手順出來，好，安尼先做轉腰的運動。來，現在慢慢轉過來，左邊上來，一、兩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，好，慢慢轉過來，來左邊上，一、兩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10，好，安尼兩下是做了種運動，大家還有記得嗎？安尼平常時候係講好，你氣會甜，你嘛做得坐下來做，好，好，那。今日嘅安尼是教大家做兩下，大家要記得咯。平常時是運動，好，長肉解嘅效果哈。好，那今日嘅安尼是教到兩下，下擺安尼做得到，還有拍種誒，先來哦哈。好，再見，今日是到了啦，再見。大家好，我係嚟專門下大家還記得時代到安尼節目啲都介注重傾大嘅樂台麼？啲部都話咪做安尼妙力解下價字題哦。韓國啊，了解廚家記到入最新嘅作品，愛分享本大家了解係了調節寶寶兒童音樂會嘅發堂，對8月12日開始啊，是會喺全台灣有當多嘅音樂發堂哦。你係出會到成日呢設計嘅音樂會。結合呢個大吉香港音樂，幫大家有一張冇強壯嘅音樂體驗哦。有興趣嘅大小朋友，所以大家掃描去買票哦。當然要記得你克服去個行業不嘅大人都歡喜。